Last day，以為會好傷感，但原來同件事都係一樣。天氣開始回暖，夏天嘅氣息開始來臨。當其他人繼續佢哋放學嘅節目嘅時候，我哋呢一班中六就一齊留低大結局，好似有一種說不出嘅感覺，就好似煲完一套劇，睇完一場演唱會，有一種好失落嘅感覺。可能就係因為我哋已經再亦都冇機會再一齊去上堂，再一齊去放 lunch break， 望住窗外嘅風景。6年嘅時間其實真係過得好快，人總係要踏入另一個階段。今日係中學生涯嘅一個完結，有啲乜嘢恩怨情仇，就當係我哋成長嘅印記啦。最後無論點都好，抬起頭，揭開第2頁，準備之後漫長嘅旅程。